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台湾队今仔日暗时对上南非，将台湾队输予西班牙，今仔日表现等下做伙来看。交通部费率委员会通过代替的起票价方案，票价平均是起26.8%，上近2月底就提报行政院核定。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改动8.7亿对台湾的军援，另外也有风声指出，新型上山反南非弹开发传出好消息。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2月2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郭美君。台湾队伫咧经典赛资格赛头一战是以5-12输予西班牙，因为今仔日暗时第二战是对上南非，由21岁里米的好手沙主神先发，因为尼加拉瓜已经以1分之差拍败西班牙，已经得到2胜。但是台湾队伫咧今仔日暗时拍败南非，就有非常悬的机会，会再进入2月2号的比赛。九局拍完，尼加拉瓜甲西班牙1-1平手，比赛进入延长。在台北大巨蛋地下2楼外口看直播的球迷讲，超过有期。比分来讲，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咬得那么焦灼。对，比赛嘛，就是很难去判定说到底这场比赛谁的表现好，谁的不好。尼加拉瓜再见安打2-1拍败西班牙，连续2胜占据分组第一。西班牙是1胜1败，也相反摕到1败的南非队甲中华队暗时7点对决。我自己觉得就是还是拼好每一场，对，就是大家就是每个球员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球迷希望中华队莫阁出现因为计时的限制日出唔对，也希望投手群会使有效压制对手的打击。这部分中华队比赛进前有进行讨论。昨天遇到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讲出自己的想法，那能够在今天，对于比赛有所帮助这样。詹和基讲，每队实力拢袂歹，比赛就是想办法赢每一场的球。虽然其他3队球员较生分，进步收集无简单，不过重点是挖靠经过现场的判断。临场的一个判断，然后再去赶快去做一个调试。那当然，经过昨天，我觉得选手就是好好的把今天的心情调整好，那好好面对今天的比赛。那重点就是赢下每一场比赛。中华队这阵是1败，那输予南非，也若西班牙赢南非，就算2-3对尼加拉瓜赢球，有关是确定淘汰。所以对南非这战一定爱赢，这边赢至少有真悬的机会，会进入2月25第2甲第3名的排名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冻结援助外国的经费，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这阵是改动53亿，是包括对台湾的8.7亿军援。另外，台湾的中科院投入专案研发空射型的上山反南飞弹，这阵是传出好消息。有军事迷将也是大本讲，发现 IDF 经过核对战机，哪像炸2粒上山飞弹的即气弹。专家分析，作战范围是通包括台海，这通互咱反制中国军舰的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冻结援外经费，评估是不是符合美国优先政策。外媒路透社报道，美方最近改动53亿美金，其中第一波协议名单包含对台湾的8.7亿美金军援。美国国务卿鲁比欧互人问到，中共反台，美国是不是出兵防卫台湾？ I think our commitments to Taiwan have been clear and they've been expressed through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for multiple years. We are against any sort of compelled, forced change of status. That's been our policy.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美方协助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国军嘛持续强化自身战力。各机各造的 IDF 战机有望提升制海能力。军事专业 IDF 建国号公开 IDF 好亲像挂在空射型向山反南飞弹伫地面走的相片，会当看到2边机械各挂在恢复式导装的向山飞弹顶端有偏好，传出是测试弹，要拼今年投入作战测评。对这样代志，空军无给做回应。当我们的 IDF 带着雄山飞弹飞到一定的空域，比方说往前进，那它的射击的范围会更广。
更大哈，所以扩大我们雄三飞弹的打击的半径。雄三飞弹国叫航弹杀手，射程会当达到150公里，有效反制强弹威胁。目前已经有蓝射型、绿射型。空军教育中科院以雄击专案研发空射型雄三飞弹，因应 IDF 是轻型战机，首要难题就是将雄三飞弹变散变轻，把传出拄着困难。即马相片一个公开，军事专家分析，若是 IDF 会当挂在空射型雄三飞弹，攻击范围会当包含大海，对强弹进行有效攻击。我们推估啦。200公里呢不是问题。那其实海峡平均宽度不到200公里，挂起来之后呢，它的扇形火力打击范围就可以涵盖台湾南北两端这是没有问题。未来呢遂行这种反舰作战的伺机中队出去那一方面呢是担任掩护组，那一方面是担任攻击组。就位，分数栋梁，请速交战。那是负责对台组建的中共东部战区发布空战训练影片，以空中拿炸、近身对战，各以演练高强度对抗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国军严防对台。记者采访报道。交通部费率委员会日以审查代替票价的调整案，尾手是通过代替提报的方案，票价是平均通起26.8%。若是以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票价来讲，是起到975块，不过也是属台高铁超过500块以上，希望是保留竞争力。交通部上近2月底会提报予行政院来核定。代替表示，行政院核准了后，也阁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修改系统，也阁有公告。拄啊是10月假期出外佚佗的大日子，代替早起伫富光段发生车顶无正常，部分列车延误，影响旅客行程。交通部费率委员会日议通过代替进行提报的票价调整方案，同意票价平均会当调整26.8%，也就是代替本来提报的方案，计算的基础是合理报酬率0.36%。应该可以吧？现在物价都涨啊，台铁一直亏损也不是办法吧？大众运输系统也是要维持下去啊。上班是很重视时间的安全，还有准时点、准点，还有班次都能改善。有时候他们误点很久。费率委员会考虑即卖的代替票价30年拢无调整，甲前一届调整的营运成本比起来，已经是大起37.96%。票的收入无法度支应营运成本，短期运价差愈济，所以照案通过。票价调整幅度才愈远是起愈少。以自强号来试算，台北到新左营起到975块，台北到台中501块，北花莲是440起到583。区间车台北到板桥由15块起到22块，台北到桃园由42块起到63块。交通部就会正式依照决议送行政院核定以后，我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做系统的一个调整，还有公告。代替表示，考虑公平的原则，东部干线嘛是同款的标准，起价幅度嘛是愈远起愈少。按过到尾票价的调整方案，也是要由交通部提报行政院核定了后才确定。台铁公司呢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改善你们的设备妥善率那怎么样子让你们的这个准点率，那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是消基会这边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期待的票价调涨并不是一个低于台铁一开始所提的投报率3.5%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方案版本，因为目前的方案版本是一个低于所有员工所预期的这个报酬率的结果。产业工会讲，根据立法院核定的代替票价公式，合理报酬率是3%至5%，到尾通过0.36%，对提升整体收益的效果有限，是不是有助安全改革甲员工的薪水，嘛使人烦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苗栗有一个17岁的少年人，无驾照煞伫今仔日透早骑乌多摆，国载朋友，因为顺路的警察发现这台车的车牌哪像互人砍掉的，要甲伊临检。这个少年人煞油门催落就走，沿路是拢红灯行对向，等等违规。落尾互警察围捕，计共互人开46张罚单，拢总是罚4万块左右。
半暝伫街路烧入，警察车一直等。苗栗县后龙镇第二天要讲，一个17岁姓林的少年骑机车载朋友烧酒出来佚佗，车牌要用铁布打掉咧。结果经过第一线时，互正伫顺路的警方要甲抓来检查，姓林的少年随加速逃走，沿途一直违规，规路拢是哔哔啊声。来回追逐，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凌晨了，在睡觉了，不可能爬起来看了。姓林的少年逃走机场中，一直抢红灯，驶来驶去，过着检查，警察沿路请求支援来解围抓。经过20分钟了后，警方伫中华路甲南寮街口成功抓到抓到。警方讲，姓林的少年甲伊载这人拢是高中生，违规项目包含无照驾驶、危险驶车、反向驶车、抢红灯、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闪光红灯无停让、红灯正滑。变换车道无依照标志号志，总计开出46张罚单，罚4万块。林姓少年恶性重大违规部分，本分局依序告发闯红灯等46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另涉嫌少年事件处理法及刑法公共危险部分，本分局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审理。苗栗县长张东锦伫个11提出机车驾照考照年龄有条件下修到16岁建议，互交通部伊需要经由法定年龄修法这理由来否决。正当各界也是讨论时阵，无想到后龙镇就发生一个交通的事件，有车主是少年的老爸，后续警方扣押车牌，并且要求骑上交通安全讲习，结果伊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的罪嫌，甲少年移送苗栗地院来审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家长找年母个囡仔煞拄着诈骗，互人指控的是一个姓李有合格证书的年母。伊互人指控讲，干那个囡仔3天尔，就要找理由要请假，搁要代先领钱。家长录影片是提醒民众，煞发现至少有10外个家长也拄着同款的状况。社会局讲已经发文取消伊的准公共服务合作契约，2月2日已经废止伊的托育服务登记。找年母去拄着诈骗，高雄家长黄小姐家己翕影片大就网，提醒希望莫有其他人哄骗。一直跟我拖延，我越想越奇怪。这个大文引起其他家长反映，至少有10外人互人骗，而且手法差不多，拢是签约了后承收定金，也是先领年母费，再搁以爸母破病各种理由请假，无履行契约。跟我请假这样，说1天他就回来了，结果后来第2天他又说他没办法回来，然后第3天、第4天，所以那时候他已经跟我预支薪水，我就觉得不对劲了。经过对讨姓李的年母向黄小姐3个月费用，不过早伫去年11月，中华有家长去互人骗，敢若会当提过讨回定金3万8。后来他还给我2000之后，我就觉得不妥，因为我不知道他还要拖多久，我就跟他讲说，就是后来我还是说要提告好了，因为他是算诈欺，后来他就消失了。李姓保姆的行为确实违法，所以在2月14号就终止跟李姓保姆的准公的服务合作契约。另外在21号废止李姓保姆的居家登记服务证。因为姓李的年母有领合格证书，照顾嘛真专业，家长无怀疑。社会局经过调查，已经废止伊的居家托育服务登记，嘛提醒家长签约进前，会当向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咨询，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88岁的天主教宗彭济国顶礼拜因为支气管炎是送病院治疗，背手阁发展做伤病的肺炎。教宗的医疗团队伫咧2日头摆公开说明病情，团队表示教宗也未脱离危险，后礼拜会继续住院。88岁天主教宗方济各伫10时因为肺管炎被送至罗马的病院治疗，在经过电脑断层扫描了后，发现伊两边的肺有肺炎。因为双边肺炎严重时阵，会互喘气更较困难，佮加上教宗呼吸道遭到真侪种致病源的感染，互病情更较复杂，要进一步治疗。2日是教宗入院医疗团队第一摆公开说明伊的病情。医生表示，教宗目前无生命危险，不过至少未来1礼拜拢要留伫病院。È qualche cosa, ma la domanda è: il Papa è fuori pericolo? No, il Papa non è fuori pericolo. 阿菲利医师解释，教宗目前状况小可有寡转好，有时阵爱补充寡上诉，不过无连接任何医疗仪器，而且用落床处理文件，也去病房内底祈祷室做寡祈祷。各地信徒也来梵蒂冈为教宗康复来祈祷。Que rezamos por él, esperamos que se recupere y que pueda seguir
acompañando a la Iglesia en su misión. 医疗团队讲，考虑到高中已经88岁，长期因为肺部相关疾病，目前还佫面临可能为呼吸道疾病佮感染其他器官的风险，是一个脆弱的病人。不过因为文书未公布高中的任何相片。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辑。台中泰安的烟火柜今仔日起鼓，后里泰安派出所附近的烟火是大开，吸引济游客到场，拢赶紧甲烟火翕相留作纪念。警方早时就伫附近的路口开始交通管制，整体的交通也算是顺利。烟火大开，相机、手机是翕袂停。台中市泰烟火季日开始，中部天气是真好，一透早就有大批游客来佚佗，想要来看卖烟火的水。樱花非常的美丽，然后很红，非常的红。然后今天是第一天开嘛，对。然后我带我老婆，你看她很开心，她把那个樱花挂在自己的耳朵上面。虽然这次花期比较晚一点，但是我觉得都开得蛮大、蛮盛开的，对。然后也希望就大家可以过来多看看这些樱花，蛮漂亮的。有上水派出所之称的大甲分局泰安派出所，四周围的八中英，伫咧环境的用心照顾之下，当年烟火季拢会当吸引大量的观光客。附近的摊商讲，今年花开的状况真好，期待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花开的实在是蛮漂亮的，对，希望大家能来观光一下，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现在交管的时间是每日的8时到下午的17时。假如说搭火车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泰安新站那边下车，然后沿着安梅路走进来。泰安派出所提醒。目前周围的交通也阁真顺。今年烟火季交通管制时间是即马开始到3月初2，逐天早起的8点到下晡5点。自行开车民众会使由中华东路、安梅路入去，拄到管制路口爱听环境的指挥。民众也会使坐大众运输工具，搁再行行人管制区入来。公视新闻台中报道。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各县市拢推出精彩的台语相关活动，嘛，互台语真做是讨论度真悬的议题。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透过生活应用、实在节目、台语戏剧等方式，是吸引未少民众带囡仔做阵来参与。即阵就连香港的朋友嘛来报名学台语。大家做伙用台语搬戏，大家人拢算甲真欢喜，也对佚佗的过程中学台语、讲台语，趣味的活动，连香港朋友拢专工来报名。因讲台语是台湾最重要的语言，想要熟悉台湾文化，学台语是第一步。台语是台湾自己的语言嘛，但是我们从香港过来，我们都不知道台语怎么讲，我们很希望去学那个台语，了解台湾的文化。我来了台湾大概3个月，听到很多人都说台语，所以我想学多一个语言，融入可以更加可以融入台湾。现场有国小老师也来学台语，嘛对文化部提出的台语家庭计划表示肯定。真好。因为我知影讲，你个计划是厝内大人，就是爸爸妈妈啊，甲囡仔细汉的，拢爱加入这个计划，啊，大家拢爱扣点，吼，毋是爸爸妈妈扣点就会使，啊，都大家会使练习的台语，这是咱的母语嘛。台语本地就是生活的语言。咱希望讲，带领咱的学员会使用足大金生活。咱去菜市啊，咱去迄柑仔店啊，咱去礼品店啊，都会使看到的物件，互伊知影讲，原来台语是安尼讲。所以嘛鼓励咱的学员、大人带囡仔，会使同齐伫生活内底开始讲台语。文化部推出母语家庭计划，参加活动提点数，得当换奖励金。第一期活动到月底结束。新竹本土语言协会讲，透过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除了互囡仔自然学习使用台语，继续母语文化，甲台语带入厝内，成做生活当中习惯的语言，互母语一代传一代，继续传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歌戏国宝杨丽花的名声大家小巷同人知。今仔日杨丽花伫咧国家影视厅中心头一摆举办戏迷见面会，参正千个来自国内外的戏迷来见面。
现场有已经90几岁的国内戏迷，摇坐飞行机为新加坡来的外国戏迷，就是为着要看到歌戏国宝杨丽花。身骑白马哦，走三关，我改我所以啊，花中啊原。歌戏国宝杨丽花参戏迷见面，就随唱一段《四边过》这条经典歌条。杨丽花为1950年代出道到今，拜六头一摆举办戏迷见面会，是吸引真千个国内外的戏迷到国家影视厅中心参与。哦，我今日足福气，看到我20几岁就看迄歌戏，看到即么90岁啊呢！哎呦，我们都会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偷跑出去学校看杨丽花歌仔戏。杨丽花自1950年代开始，就是出名的歌戏、野台戏演员，到1970年代组成台视歌戏团，让更加侪民众认捌杨丽花。杨丽花讲，不管家己几岁，拢袂放弃歌戏，也会继续参戏迷来见面。因为我过去常常讲，我有一天食到几岁，我就是几岁要搁出来，我袂放弃歌戏。为歌艺来代价来付出，这就是我一生的回馈。为了记录杨丽花精彩的歌戏人生，今年有出版一本杨丽花的记录专册。做落来10月份会伫宜兰团结中心举办杨丽花歌戏特展。现主是也有一出已经14年的杨丽花纪录片正在做，按算伫今年年底就会正式放送。记者官谢桂林新北报道。当年元宵的期间，台南盐水的运河就有5回10色的灯光艺术作品，呈现出决定港的风貌。而且决定港灯节也是青年创作者的实验场，伊用少年人的角度结合传统，让决定港是愈来愈好看头。因暗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做伙来看决定港灯节背后的故事。是咱做一条干线就好啊。台南盐水的决定港。工作人员当咧准备灯节活动，迄内底当咧无用刺激的是陈武林甲陈武定因2兄弟啊，因是这届活动的主办人之一，嘛是回乡的青年。因为对故乡的感情，因2兄弟啊转来遮推动这项在地大代志。读研究所转来到遮的时阵，你感觉讲啊人拢无人啊，你就感觉做稀微的啊，所以就想讲甲去国外做作品的遮的经验，敢是会当摕转来。咱家己的故乡来家来做，编号哦，可以啊，可以。然后用那个纸胶带就好了。我其实读研究所的时阵，就是拢交做侪老师出国嘛，然后去做做侪艺术家，然后就想讲，其实可能啊台湾嘛会当往这个方式啊。他们不是表意。最近这几年，国际上真活跳的艺术团队参加决定港的灯节已经10年啊，未来参加一直到做评选的评审。过程当中，因看到台湾新生代艺术创作的生命力，因提供的平台，或者新的想法会当伫遮实现。对30岁以下的艺术家，还是设计师，希望提供一寡机会，予较少年的遮个创作者，当阮伫咧国外看到一寡经验，来带入来，啊，就是尽量去选一寡较有特别性的，啊，无论伊是做艺术。做设计、做建筑，拢会使来参与这个决定港灯节。决定港灯节起鼓，国内外艺术家光影的创作，互平常时啊真恬静的咸水，看就是真精彩。除了传统的香仔炮以外，则还有值得深入来体会艺术旅程。我们有一个梦想，让国外的人进来，让我们国内的不同城市的人进来看我们的灯节，来这个盐水小镇。水顶的光，水底的影，这场国内外艺术家光的创作，扩大咸水文化的视野，互传统甲创新叠加交叉，笑出无限的未来。记者洪条成吴一修，台南咸水报道。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大陆冷气团南下，各地降温，水汽变多，北部、东北部有明显的雨势。那基隆北海岸、宜兰甲大台北山区雨会较大阵。拜1、拜2透早低温可能会降到11度左右。后礼拜2开始冷气团减弱，水汽减少，各地是继续回温。估计到28连假进前2天拢会是温暖的好天气。
落尾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13度到21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五岛地区8度到17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来吧》，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艺术的灯火，灯火伫水面闪闪烁烁，咸水的历史长咧延续。艺文的创新嘛长咧起舞。我们有一个梦想，让不同城市的人进来看我们的灯节，来这个盐水小镇。你把这块土地、家乡这些居民拢放在你的头前。你真正会去接受咸水在地的人，会愈来愈互你感觉讲，你嘛足欢喜的。兼一个美丽的月光港，伫月光暝，听艺术甲土地亲情的对话。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一支手机啊，一台相机。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公民记者行大社区，用因的观点记录砖头，也是城市各角市发生的故事、议题加趣味的代志。你的故事，咱来发声。礼拜日中到12点半，公民咱的新闻。那写文书，这就正常的啊。啊，若有啥物所在需要咱去写文书，咱就来写啊。因为今日受是音乐会啊，对着艺术家的尊重啊，内裤带你也好好，车米路你也穿个条。一个正式的场合内面，一定要有酒酒。你讲有酒酒，你无酒酒啊？你无嘛？你无酒酒嘛？获得有啊，有啊，应该是金钟奖啦，嘿啦，会啦，会啦，去一个所在，伊的特产是啥物？咱就会当得到迄个特产的知识，譬如讲菜头，系啊，有好食无？嘿嘿，这就要拍心肝。啊，伊的过程我无讲你唔知，所以你爱看嘛，你无看你怎会知？嘿啊。咱不管是大家咧讲哦，咱爱咱的乡土，咱的家乡安怎，啊，你想怎表现？家和万事兴，拢嘛兴啦，拢足兴的。来，连面咱来日兴，食油吧。哦，赞。嘿嘿。走，来，加。有 I O U U 有手。邮寄，对了，那个，弄过去，丢，过去，哎呀，来，令，港文的令 ，ING。
基顶这个地名是对倒一个社团的名来嘞？画旗湾啊。旗湾啊，来，我是感觉移对啦，因为西虾，西虾，我冇听过，全是西虾。西虾吗？西虾应该是西虾。你相信我一？我相信你，领负责，大条的呢。芒果嘞，芒果呢，好。恭喜台记台，拜二到拜三暗时8点，全家有智慧，100万奖金等你摕。这是恭喜台记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咸水风炮即摆全台湾到底有偌济人唔知？安尼咱讲是爱去想看卖，要安怎去吸引唔敢来看咸水风炮的人。那个是谁画的？你画的。要想要让我囡仔有参与这个活动，让他对故乡较有认同感。你甲即块土地、家乡这个居民拢放在你的头前，你是用一种感谢、感恩的心态。我塑个不会敢若上大粒呢，敢有较细粒的。你即摆直接看出来。阿志，咱做一条干线好啊。今年决定讲定制主题是光的年轮，即马活动就要起鼓啊！哎呀，自然你的线敢有够长？艺术家为着完成作品，是拢无用试试。原本是要做6个点啊，就锁啊有够，吓啊，较看吊车师傅伊是安怎要安怎决定。陈武林甲陈武定两兄弟仔，因是定制创办人，因为因10几年前的一个想法，互台南咸水变甲真无共款。啊，咱唯一的专业就是艺术，所以就用这项工课，看会当带动这个所在，互伊改变。分2条啦，啊1条出去啊。咱对这块土地迄个细汉的感情啦，也是迄个想要互这块土地更较好的这个想法，两个拢有不谋而合的迄个感觉，所以就大家就想讲来办这个艺术节，看会当互这个所在更较好。较早就是读台南艺术大学，啊，就转来台南，一段时间7、8年的时间拢伫遮。也无趁啥物钱啊！逐工伫遮做作品，伫咸水遮热色啊，找朋友开讲安尼尔。有编号哦，可以啊，可以。刚好用那个纸胶带就好了。R27 F14，做这代志可能拢是30档、50档以后较有机会改变。啊，阮迄个时阵的想法是。上少，阮互即个所在有机会去互其他的人看到，其他的人看到，总是有机会有人会想要搬入来。读研究所的时阵，就是拢交做者老师出国嘛，然后去做做者艺术家，然后就想讲，其实可能啊台湾嘛会当往即个方式。咸水风炮即摆全台湾到底有偌济人唔知？啊，阮就咧想讲，安尼咱敢是爱去想看卖，要安怎去吸引唔敢来看咸水风炮的人。台南咸水这个有400年历史的古城，因为上关济蜂仔炮变甲真出名。每年都来，一定都来。
very shocking. 即卖咸水，因为有因两兄弟仔甲一群艺术家投入，互一个庄仔头有无共款的风貌。为着请更较侪民众来这行达，武林甲武亭改变艺术的角度甲想法，用较大众化、大家真好理解的创作来呈现。亲像这个土瓦造型作品，大人囡仔是拢真喜意。条老街就是对妈祖庙到我的工作室啊。细汉就是拢阿嬷带阮行这条路啊，转去厝里安尼。规条路嘛拢亲情五走，拢是足好的朋友啊。这阿伯阿姆拢是自细汉甲阮照顾大汉。旧年有向欠啊。咱这边看久嘛是。咱咸水已经